来到 Go Go 公哈巴，我是一姐。一姐，我最近想要出国，你有什么推荐的行程吗？我想要推荐你去北海道溜蟹，因为呢，溜蟹不仅是很好玩，而且在那边还有溜蟹设备可以租借，非常的方便。我知道你说的溜蟹就是滑雪了，我也觉得很不错。不过呢，这对我来说好困难哦，因为呢，我上次到韩国去滑雪，才第一天我就摔得四脚朝天了。说到四脚朝天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四脚朝天就叫做西狗nha田，西狗nha田就叫做四脚朝天咯。不过我不会笑你的，因为之前我遇过有人溜蟹门牙都摔断了。倒是你可以到里航沙去问其他行程哦。里航沙就是旅行社，我也发现哦，现在很多的旅航沙呢，他们呢都有很多客制化的行程哦，有的是有高尔夫的比赛，有的呢是马拉松，另外还有滑草行程哦，非常有趣。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旅行社有滑雪行程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里航沙有溜蟹给行程，里航沙有溜蟹给行程。今天 Go Go 公哈巴就告诉大家，旅行社里面有什么行程可以让你挑选。咪咪，你看，这是我朋友在韩国 PO 的，他去溜蟹的影片，看起来好好玩哦。对啊，现在溜蟹好像很流行哎。对啊，害我也很想溜蟹。还是我们去里航沙看看。那我们去里航沙看看有什么主题旅游。你好，请坐。小姐，麻烦你，我想要看溜蟹的行程。现在目前有关于滑雪的行程的话，有去北海道，也有去首尔。如果要溜蟹的话，有没有教练在旁边啊？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会摔的是狗牙田呢。请放心，现在目前滑雪的行程旁边都有教练，他会指导我们。那有什么主题式的旅游吗？现在目前蛮流行的就是有跑马拉松跟骑单车。你可以让我们看一下行程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敏华，后来你去里航沙有没有看到什么自己喜欢的行程？有啊，我觉得出国露营的行程还不错呢。真的耶！所以我们今天赶快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教给大家实用的客家话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旅行社了，旅行社叫做里航沙。里航沙就是旅行社。很多人冬天到里航沙呢，问的就是滑雪行程了，也就是溜蟹。溜蟹就是滑雪了。不过滑雪不适合我，因为我会摔得四脚朝天。四脚朝天怎么说呢？四脚朝天就叫做西狗nha田，西狗nha田就是四脚朝天。那么最后还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就是旅行社有滑雪行程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里航沙有溜蟹给行程，里航沙有溜蟹给行程。今天 Go Go 公哈巴，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自己满意的行程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